阳阳相知长江水，只想阳阳秋意春风。讲好听哇，好听哇！比赛。哎呀，真的乖哦，啊，真的。敢用讲法起来。真的，有人出去我摆老老的，我带你细阿哥转来，就30岁咯，还唔结婚啊？云端姐，按用个问题咧，过年时常做点问哦，跟你想一定系乜嘅事情要讲冇啊？哦，当然咯，当然我哋想哦。我讲生日咧5000块啊，你会先付钱吗？是的咯，掉小菜。阿芬你排泄啦，我演讲哦，哎呦，后生人做人哋讲法莫想那么多，佢开玩笑啦。不过30岁係正經，不過家己講呢題吼，正經當人哋後生人講，哎呀不急啦，莫走急啦，呢年份吼啲排列咧，天天嚟等，你阿後生人正經冇急咧，你講30歲，看起來像係咪朋友18歲？不過睇下，不過佢啊，佢係演講啦，接咗講，阿叔。我自家照顧好，冇照顧好，我慢結婚。後生人亂講嘅，係冇係冇。係啊係啊。我俾人講法，咩唔係俾人講法？有陣時候資深長輩，就像大家創嘅機器啊，有冇？陽陽相知長江水，只想陽陽一春風。有陣時候太人想嘅。用細學嘅，用後生人上，他冇強用。拜託一下，時代咩冇強用咧，好冇？一結婚生活又變到較好嘿，人一下一生日，拿一絲絲嚟嘅錢，做嘅好，食到會較好食嘅東西。假使古時嘅方冇相關，那我有一條貓啊，佢嚟就按你喵喵，還有佢等一下，唔知我同佢演假。咩？我嘅腳圖是看，你係讀到對嘅人吼。你要對應過去，可能頭家是搶你這概念，讓我有對象好去看。真勁吼，你冇強用咧，真係冇強用咧。好啦，今晚天天嘅大嘴講下先。我講，你吼遇到問題面對嘛。跟唔到講我30歲咧冇結婚，講到唔到從18歲就結婚強用。阿團子你就先講啦，你媽嘅時節結婚啦。我22歲就嫁咯。哎呦，係啊。嚇，跟人家爭32歲啊！哎呦，日子翻就按好談啊！你22歲啊？頭講啊，叔叔阿老講啊，家哦，想我做生意啊，夾工夾板個殺拖咧寫字來，係。是在古典航天發現上市哦，4000去搶伊咧先落來。哦。啊，唔是良心水，嗰啲親人真人有句誒，都會本樣。哎呦，跟你身邊啲結婚，跟人算起來係讓埋嘅小雞啊，係自由戀愛。朋友嘅阿叔啊，然後佢抽起來，我強係烤肉啊。好浪漫哦，叔叔嘅啊，就看到就愛到，就結婚你一口一口。會不會啦？哇，這條對，後生條嘅嗬，腳細咪17英錢。哎呦，交往結交出要提前一講，就結婚咧。半年提前，半年人都結婚咧。我太驚哦！我嘅阿公啊，80風歲，見講一家我開店做生意，較夾拖。因為做生意，我怕搶唔到。生錢。嗱，先講哦，但冇得拖咯，自家做4天年，但係冇得拖。我要拿薪水哦。我講。哎呀，嚟。佢個22歲結婚係都該讀書啦，我讀上學人，因為讀全部語文啊，所以阿哥講。小妹，你讀書做唔得搞男朋友，做唔得跳舞，所以我畢業了冇男朋友。啊，你嚴謹咯。當傷心嘛，因為我從細讀書，我就認真考試，乜個還是做，前頭路咪係我認真去面試自由法圖，唯獨我尋對象男朋友冇可能認真，唔係認真真冇可能。係啊。所以最尾。我29歲人結婚，我對象係我同事，對，我讀到錯嘅人，人與人與向下共度你嘅人生。因為既然係咁樣，你就朝對順風咧。係啊。
我24歲結婚，拜拜。 25歲公子，哎，27歲結婚，25歲。營養班認識人老婆，鐵山，哦，窮有興趣啦。哎，我就去登山社的山頭，對山友，嗰係因為體拜參加發通，腳去牛道咧，調絲嘅，都窮有一條呀。唔係調絲，其實真正係體拜冇做好熱生活運動。就講牛道。牛道係，啊本來我到原地定價掉下來，但是創狀講做唔得，你係什麼人都一下都要等，太危險咧。所以其實你請國泰呢？哦，你來我先生請國泰，你做得178，做得照顧了手機嘛。啊，就按用眼神。哎，佢係牧師哎，就得照顧佢一生嘛。做對啊，來免疫。哎，你家談嘅全部寫按摩嘅。哦，寫按摩嘅故事哈，不管係自由戀愛，亦係講哦，我自家用辦去追求愛情，我談誰來？來談誰來講坤啊？我帶到台中嘅東西啊，田中素菜啊，加差唔多大概細來頭26歲結婚啦，細晚23、24歲就結婚啦。想做哦。係啊，我家下嘅時候，同阿朋友我17歲就熟識嘅，但是咧平常是冇來去啊，到我29歲嘅時候，看到順方嘅木板連下嘅同年紀就總係結婚咧。其他人咪應腳嚟講，哎呦，29歲咯，冇將來變老番卡咯。以前熟識嘅同學啊，每日講你要交往對象嚟嘛，伊講冇，兩個人是來去，交了冇幾久年後，仲年紀差唔多，29歲啊，30歲啊，兩個就結婚。這哦。其實呢，這樣子結婚啦，哈，21歲，那時候是農業要撒飛呀，農業要撒飛，21歲結婚，千多人就按做結婚。算係。哎，其實結婚你先從最早嘅人，掌聲鼓勵。哇，最資深的啦，最資深，我講親了，講最資深啦。嗱，講先後生結婚嘅，嗰時候農業撒飛咪嗬，我嘅一生人咪嗬，我做一個利用打油詩咪嗬，就講我一生人的事情。真嘅咯，自家做開打油詩啊。但是我講家嗬，因為我用經驗講關嘅，所以我就經驗講。好啊，好啊，掌聲！來，呱呱落地來出世，哭哭鬧鬧嬰兒期，哈哈大笑童年時，迷迷糊糊少年期，坎坎坷坷姻緣路，踏踏實實度中年，含飴弄孫進老年，期望健康度晚年。謝謝大家。真嘅咧，做你講出來一生人。大家都會講，哎呦，愛結婚哦，戀愛哦，愛結婚哦，幾多歲結婚，佢都冇重要，所以喺結婚之後，哦，恭喜你哦，你要做阿公阿婆，你要做阿公阿婆嘅家屬。哦，哎呦，你看家好，家阿團子有啲講阿珍啊，30歲啊，樣板型樣板，唔過佢俾出來針對咧，除咗結婚之外，最重要係乜嘢？恭喜！其實從這年紀開始講啊，因為佢算起來最早，最後才會結婚。今日生嘢幾多歲？52歲了。哎呦，哇，果然是資深美少女。人家做後生阿婆，後生阿婆，因為講後生咩冇先後生。我的我朋友啊，嗬，因為看後生嘅就生嘢所念什麼動態。幾多來嘅？冇嘢。我一張冇嘢。一張冇嘢。實際上有3枚來嘅，但是一張來跟我說拜拜了，所以還有2個來嘅冇嘢。結婚咧，係要馬上問結婚。係我4來滿子嘅都給冇結婚。幾多歲啊？46歲。哦，46歲結婚哦。冇結婚。我講滿子全部玩遊戲，媽媽眼裡滿子就是小寶貝，永遠都是長不大。哎，沒。上來沒搶爛斯文嘅嘛。跟秀雲姐啷呀？三枚來。係，我親生結婚咧。孫嘅2歲半，佢真係咩係後生阿婆呢？佢太爺子目前有對象，天爺子
人来讲，佢冇想爱结婚，佢讲有哥哥有弟弟，安样就好。结束拢就用这只强样啊，迄天爺來嘅全部愛結婚啦嘛，看下一位天爺來，係咪天爺來啊？係雲吞錢呀，伊咧妹，我咧兩個來，又還蠻伊咧咩拜拜去咧，哦，所以吼，我本來吼很瀟灑、很自在啊，想講菜嫁啦，啊結果我妹是結婚生日你啊食過，我頭來冇睇咧，所以你啊講啊演員嘅心理啦，我想講，當時啊。我唱劇轉來甲路啊，人啊，想來講，一聽來叫，很來拜嘛，很來拜我張唱轉來，吼，也10年前的事情了。佢講好，唔拜，我基本上本500萬。來，收場，哎呦，差太多嘅哦，叫你裝點哈。佢講我心肝都影響啊，佢結婚，佢26歲我來講。有對象嘛？要安裝啊，朋友大家咩忙結婚啊？吃了你想要講法咯，用米子開始打追鼓嘅時間啊，就提講假咱係咩結婚嘅，結婚咩無強咩？你看你強樣哦，因為啊來無才嘛，來講一下。這人其實太佢係做醫生啦，佢講媽媽，捱會講，其實捱咩唔掂啊，會老唔講嚇。啊，天醫嘅經驗讓博士畢業，佢講。等我投入穩定的，我是會給放兩日鋪。你看冇強樣哦，你係媽媽嘅心情，阿婆嘅心情，跟阿公。哎呦，你看，阿三哥，你一個妹啊？我一個妹。就一個的呢？一個妹。哎呦，到了今年10月都結婚2年。哦，結婚2年哦，加問一下，你阿妹做心理師。哦，咩先生？專業人士。係啊。啊，跟有想要做阿公冇啊？當然當上啊。結婚有蠻講。係啊，因為我親家吼，就像我細年結病，個太結病個結啊。啊，2年前來提親咧，就講啊，你蠻講好些咧，吼，他今日吼，人個妹吼，個盲人冇要見態度是唔怕，講啊，表示講佢病個結講男孫啊，啊，咪當上啊。啊，冇啲年輕人有家計劃，將開始2年前結婚嗰時，M 應叫，然後。唔是必要啦，差唔多嘅時候，就準備就做得啦，係嘛？將我是講生意唔好聽，啊！一探時間咧，生意都冇反應。唔敢講啊，語言無限。係啊，其實上同阿親家講話，總係當上嘅男孫啊。哇！那這樣佢同佢嘅親家一丟蛋，就係沒事的。哦。係個這麼一個阿志偉，我今日還唔結婚啊？佢講。我喺結婚咯，我都冇時間去陪媽媽嘅。哎呀，你有做的。還會拉結婚冇？所以，古早講根本呀當婚慶咯，嗰個姐姐來了邊，我先講哦，根本來咩唔係講一天阿真後生人用買慶，也唔係講你弄人家，講你講資深帥男美女，一天我用買，我哋呢個話題吼，事故都見，一天都有，大家都會讀到。有問題唔係講錯，也唔錯，最主要係我當婚慶，大家做得用心肝都會發講出來。每一天呀，來也可以看到，哎呦。真嘅喲，原來我爸爸暗上哦，原來我媽媽係暗內上。係啊，唔講你哦，後生人都冇強樣啊。哎呦，你見比如做冇強嘅事情，為咗哥哥姐姐係嘛？冇唔錯，因為我係冇結婚，古時我有閒去記錄檔吼，同太師家來聽問一下，可能其他嘅後生朋友佢哋可以樣板落去上。因為我師家講冇準咩，我以前嘅講法聽聽，談看啦，其他後生朋友樣板上嘅。我來看一下嘛。OK。唔知道幾多歲適合結婚哦？我覺得25、26差不多。我覺得大概25、26可以結婚。我覺得27到30。我覺得大概是28，差不多35。30歲到40歲之間。覺得30。唔會想會結婚冇咧？問你爸爸媽媽會希望你結婚生小孩嗎？可以翻譯一下嗎？他應該說不要，想要被獨寵。以我現在這個階段，我沒有想要結婚生小孩，因為我覺得結婚是兩家子的事情，不是說只有2個人。對，所以就是顧慮的太多了。我覺得談戀愛很好，這樣。
觉得现在这样看起来，没有说一定，好像一定说结婚就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女生就是也能力都很好，就是可以照顾好自己。我目前比较没有想要结婚生小孩，因为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会太过麻烦。我自己的话是，我只想顾好自己就好。目前是没有，我觉得人性是很难去预测的。对，就像最近有一些事件嘛，对 ，you know。法律会被规范，所以你可能就是要负一些法律责任。好像没有一定要就是签下那张纸，然后去约束一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还很好，我还在找一个自由的感觉吧。你签下去之后，代表你们就是法定的合法夫妻了嘛？那你想当然，你一定要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所以你现在没有想要负责？你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你男女朋友，你讲实在的，你们也只是一个口头啦。这个关系是可以说断就断。什么叫说断就断？我想讲生意的嘛。我们要生小孩，但可以结婚。对，因为我觉得生小孩很痛，而且我的身材还会走样。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医美技术，就是你只要生孩子，你就会抽高变美，腰变细，腿变长。这样谁不生啊？小孩也是想，但是也怕。如果你把他制造出来，你没有办法给他幸福，那只是让他痛苦而已。我个人是觉得经济能力不够的话，就不要生小孩的那种。就是有时候看到朋友、同学已经生小孩，就会觉得哦，就是很惊讶之类的，就是已经有小孩。对。目前不会，就可能会为了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为了小孩子的事情去做一些争执沟通。那我觉得目前不想面对。还好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看着觉得养小孩要花很多钱，自己有时候还蛮像小朋友，我就很像小朋友顾小朋友，对，所以才会觉得那不然我就先养狗。我想生3个。为什么？为什么是3个？我觉得3个很刚好，2个我觉得有一点就很离婚就一人1个，然后1个又太少。那第3个怎么办？对，那第3个怎么办？所以才要3个，这样就比较就不会离婚。对，就比较不会离婚。因为每次离婚想到第3个要归谁啊？算了，不离了。对。我会好奇说自己可以把小孩教成什么样，对，蛮好奇。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教得不错，所以我想要来生一下看看。我觉得上个世代就是会生很多小孩的，但这个时代有2个，我觉得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生小孩，就是你不是光要生下来，就是一是养的问题嘛，钱的问题；2是就是你还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就是在外面会不会遇到危险啊，在上课会不会被人家霸凌啊？那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好处的话是，就好处的话就是可能自己老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人陪，万一被丢去养老院。好，没有好处，什么太高？哎呦，阿珍很辛苦了。我先問你哦，你有貼片有托係什麼啊？真件冇托過個，因為就係凊彩清一下，佢就按你嘅上班。真件咧，我最想係成蚊馬上嘅，我成蚊謝雲姐姐。家看當然真啲看呢。其實我覺得哈，也佢講嘅呀哈。真是一個真正應該我探討的問題。哎呦，做乜嘢後生人唔可以結婚？你真係開面嘞。房價、屋嘅7萬貴，再來係嘛？教育問題7萬貴，教育費，再來嘛？離婚率太高了啊！之前人係咪家給誰給，家教誰教？好，當然就認命啦。跟你吃到你聽你來冇結婚，你啲團啊，團體。當然係壓蠻字嘅。哦，壓蠻字嚇。壓蠻字嘅結婚。係你要團個結冇想去結婚嘅心態係乜嘅？一般啊，去壓朋友嗰啲啊，朋友這麼一個阿志偉，我都也係唔結婚咯。佢講我係結婚咯，我就冇時間咯陪媽媽嘅。哎呀，你話你要做嘅。結婚嘛，是產業到誰人啊？除了唔結婚，真是就當賢哈，當優秀。佢得上一2多薪水哈，佢拿出來講，媽媽發薪水了，啊我再一個，哎呦我有薪水好領誒，係哦。好啦，做得啦，誰冇結婚？因小雲姐姐，你咩要就嚟係嘛？你家看你是係心情？其實因為佢
后生的时节，他小些的时节，只有做投资生意，可能佢只有失败冇按成功，所以佢感觉讲经济的问题，所以佢咩有搞过什么，唔係講冇搞過，咩搞當多年，但是後尾佢知道講，結婚經濟係真係壓力，係，安尼算起來當夫妻嘅男人，係呢，因為佢要講講，我一家都吃唔飽，我補養啦、洗子啦，用個晒，真有機會哦。冇，係啊，想行出來咧，我結婚係種有效啦，參謀啊，阿三哥，也冇要結婚，係嘛？冇樣子，啊唔過人家看睇嘅樣片啊，做後生嘅想法。有認同嘛？有做當有道理嘛？其實吼，在你死啊上輩嘅同阿你係情形當共款，因為嘅時候啦吼，結婚了要卡存兩公家，啊俺咪去只叫生活，只鳥生活嘢呢。啊，啲兩公家到你俺咪去結婚，啊咪去只叫生活嘢呢，講槍啊！啊，但是看人講做結婚了，咪希望講。要正經嘅社會做陣難哦，係啊。但本來上講，誒兩殺同吊打，成班都強用，哎呀，談太順啦，加阿團子啊，既然看過 VCR 之後咧，有乜嘅想法？我知道一定要有傳，冇傳哦，那其他人以前都大家攏上嘅想法，是幾百年前都按嘅想法，你都冇演員了，錯冇，所以一定哦，你要有一個擔當嘅經驗。冇講啊，我要一樣啊，我做係冇按辛苦。其實啦，結婚冇聽講，我奶奶講啊，你結婚唔係以你一辛苦啦，你愛什麼人啊？唔係講，你當然唔是忘記賺錢咯，用。當然。但是佢咩唔係啱嘅根本學定啲啦，佢咩要去其他嘅事業吧，甚至兩個實地共同來創造你的事業啊，這相輔相成，一路行落去，佢對我感覺講，行啊！像我老人爸呢，真係順順的。我咪是辛苦過，我是做事業是歹過，艱苦過。不過你遐想起來，家仔哦頭擺安尼辛苦來，書漢欠條條。哎呦！互相哦有一個講，幫忙佢咩幫忙人，也都有一個責任嘛。我孫呢該講下啦，好少，我表妹妹結婚，按我前農做買門，我七個多時搶家，我做乜半日地話，做乜？我想談出來咧，阿團子咧，佢係用一種家族企業嘅概念嚟做一件事情。你有冇卡事業實你做其他嘅？冇做其他，但是也都有安尼想法嘅想，也都講人生啊，按從嘅路地步哦，一定要有一個人互相依靠，互相講，有辛苦嘅時陣，佢人可能佢有法度哦，人講，啲人心肝會想乜嘅，人講啦。全國較多人搶，其他人唔好擔心。真嘅，經濟嘅問題，經濟嘅問題，你又冇乜嘅問題。我所以問我強樣來係咪結婚嘛？加秀英姐嚟講啊，其實雖然想講以前做生意失敗啊，經濟嘅問題，跟人家問你嘛，就講你談到人來冇結婚嘅處體啦，你講啊，我皮媽媽之外，天有正經，譬如講佢好吃油。也係講佢真嘅有經濟嘅問題，就叫下中央哦，佢反難銀行嘅呀，佢結果佢嘅細伢子哦，就要來哦，要來嗬，我同阿奶約，我講奶叫我賺，結果佢冇賺啦，我先介意相錢，唔知介意相錢，看到當中醫，結果出，就那個細伢妹啲零價，看到上了千號，對，上了千號，我奶冇去呀，結果出幾百開始，嗌出唔敢同阿奶面前講。講嚇介紹本地嘅事情，唔錯冇逼佢啦。所以唔敢再逼你，我想佢講樣買嘢嘅嘢咧，我本佢自家嚟結天。真嘅。我出講係上嚇，弄人家細細呀面面線線見講安尼事情。真嘅嗬。母子嘅感情啊，好時就會上講。嚇辦爸爸媽媽老嘅，一生年天，我希望講爸爸媽媽做嘅老嘅成天咧，你沒有排。我就問先從受有嘅爸爸媽媽，西班牙冇，唔啦，你看啦。弄人家細細呀面面線線見講安尼事情啊，母子嘅感情啊，
后期就会爽到。講冇唔錯哦。我講正經係我朋友出嚟講，佢出嚟講啊，我爸爸我媽媽一邊愛結婚，其實我知道我哋一生人做嚟鼓勵當好，我要知道我讓我家人帶，我當幸福，我做埋一天要結婚，有時是簽一隻正經我自家喜歡，我家人又冇按喜歡呢，正經係上婚人哦來帶，係個種是按我家食飯用來曬，我朋友真係想，不過他畫到這條片就是講。較好自由啦，較自在啦。即係講，我要同媽媽去來出去，我自家要食飯，要看樣子。唔好有壓力，唔好有壓力，我所係樣去。不過我咩當想，我哋講爸爸媽媽當很心急啦，一聽當心急。不過我咩一講一句話，為後生人講一句話，有時是緣分算安尼。家一開始就講嘅啊，阿上哥，今日每一日雖然講係心理師嘛，當專業咧，佢自家啲心理師，佢一天都顧到人家心理嘛，你要談到個人每一係問，就冇想按夾強嘅原因。有啦，剛開始我覺得講奇怪，都結婚了咧吼，都經過幾年呢兩年來咧。但是後輩嘅時，因為佢本身係心理師，當然佢要用佢專業同人講嚟講，其實爸爸，俺陽光真有俺嘅想法啦，嚇。因為佢佢哋以前都太平之間上班啦，啊呢兩年才出來開業啦，啊我細郎都太好教書啊，啊佢嘛對美國轉來3年啦，啊因為嘅助理教授阿信副教授哈，有一個言限，反正冇現象也是等於冇投入，啊所以跟有啲就當太壓力啦，哦，啊有樣跟生意有生意嘅考量，是較你參時佢都較唔敢，佢不驚，驚講大家差唔多嘅時候都冇人諗做呢，啊咪希望講驚誒生活計劃嘅時候能得順利啊。女兒是爸爸什麼？的寶貝。還有什麼？前世情人，真緊，古種係知道講吼，阿上哥應該較有他來理解我嘅啦。你阿上哥嘅故事其實我咪染過，頭擺我結婚29歲，我想啊，拄啊結婚當強講生意，想生意你講出來，我乜解都做唔得。係啊，照顧佢冇時間嘅，所以我改用一對貿易公司，我轉跑道考公職。考了我30歲咧，我講啊，你阿做得強咧，強唔錯，對，因為上班的人他叫早，我完蛋咧，強唔錯樣個啥，去考醫生，求醫生當強個來以後，講按樣一個來聽故事，之後講閒的強唔錯，閒的。差不多5年以後，走過去簽醫生。講差6歲嘛。對，我講係差不多6歲。你做頭路嘅細妹人較緊張，上去講無一天講會出，你係愛真心嘅經驗啦。可能我對你幾好咧。我咩想講阿珍，雖然講你開玩笑講啦咁多，一聽到啲講你做事太人嘅心理啦，煩惱嘛。因為煩惱可能唔單止係上喺南順嘅，幾期待。重要係乜嘢？重要係講希望你嘅來嘅冇嘅，嗱咪有人照顧，嗬，你咪做得做一隻。對 Andy 嚟講，亞洲人嚟講係當野蠻的一件事情。唔講係做野蠻，就會推俾我講，你嘅神法愛好啊，超毛秀英姐。係啊，我咩人嚟聽嘢嚟講，有哥哥有弟弟，佢會結婚，那他把爸爸媽媽老嘅，你一生人聽，我希望講爸爸媽媽做嘅老嘅升天嘅，你沒有牌，所以我老佢講唔可以結婚，你簽一張牌。簽一張牌，兩啥做至少做得有講法嘅對象。佢講我咩做得對等天老講法，我講天老冇感情，天老人冇感情，佢唔會讓人笑，也唔會讓人 enjoy。我講你簽一張牌，你兩啥如何互相分享。唔過有咩推表乜嘅？唔嘅錢，我哋用上人嚟分享嘅，因為你看那下一上人神法啊，物價要按貴，是一場煩惱。你後生朋友就會講，約會嘅成本多唔多？人家是一個細來嘅，佢冇朋友，我有一張嘢上下幾多錢，電路嘅錢，食飯嘅錢，送花嘅錢，啊，各位要加上乜嘅？加上你嘅薪水又唔會起價，有個冇愛睇啊！很貴。我講講，有飛輪嘅飛，冇算以前。看周誰
饮料即间啊。跟饮料即间做好咧。可是有可能叫伊个生人的，无爱讲用上整发后来就讲到较简单。伊个生人的无可能讲青青菜菜啊。韩非都生人呢，爱涂较好嘅优质颜，因为投入又温高，这个辛苦极麻烦的呢。嘿，真嘅，人家讲的真嘅冇唔错。我咩龙后上人讲嘅啲法，因为啲下物价没动过，真嘅要买一件物太难咧。如果讲系啊，即家屋企人就爱照顾就算咧。唔过啲下有政府有动到方案，比如讲神队友的方案。哎呦，因为啊全台湾80县市都有哦，我讲一张特别是喺出吼，特别是喺啲2026年开始，喺啲供体台。国家出七只包10万的原本，10万哦，10万，哎，转起龙有冇讲？转来讲，10万台北，即讲国家哦，10万，台北市这个加4万，加码4万，总共有14万，就限量14万的见面礼，拍手。供了之后呢，不管你一家带，也系讲爱送托婴，也系讲阿公阿婆想爱南孙呢，哈，请保姆都有相对应的育儿津贴，还有那个托育的补助。那托育的补助呢，相对来讲，等生人他太细细的爱上幼稚園啊，政府没有补助，没做得神强，各个县市都有，哈，大家去注意哈。嘿啦，唐迄轮是称赞到啊！唔讲，我将个生人的供出来过后，我照顾佢吼14万色彩发光，我就问现场所有嘅爸爸妈妈，14万拉冇？唔拉啦！你看啊！给你几条讲唔拉，你来讲嘅。你一听咧成供出来啊，一成血啊！我讲我两位啦吼，你这个赚到你讲你啊，还在有时台，刚讲吸引生年前，目前咧供养供生人的吼，不过你也冇供养咯，你啊就算有钱。咩冇买供生人，少子化问题来，不婚不生的个趋势一样强，规只屋卡。冇像以前係鬧嘢嚟，以前公園啊，有冇？東人賺了阿叔阿爸，青菜供咗3倍以上哦。對，你卡生你啦，你會吃到股息嗎？唔可以哦，因為我吃嘅就懂炒咧。哦，你也提答對咯。我知道講佢股息，因為我1上年做3上年，我卡 Q 用炒鬧冇問題嘅，冇問題。哎呦，你嗌都搶創人咧，嗌啲差不多點1下做3下。冇，唔過家是真經股息嘅吧？係啊。我學狗嘅啦，學貓嘅啦，哎呦，佢等一下我同講，我喵按呢，韓國係做講。最重要嘅事情，佢唔會影響到我嘅行程。係哦，用慢講。我去上香港，我驚等下會打我。我都打人啊！你講一下。因為咧，一下後生人嚇，吼，某一天愛搖一嘅聲音咧，唔過聽說愛出國去了，錢就拿去出國去了咧。各位咧，假使你有錢，還做有生人嘅話，青菜嘅問題就會講，你出國嘅時間生人馬上人扣。馬上人照顧，唔過政府就冇供用嘅啊，你可以去帶到離沙啊，佢冇問題呀。轉來嘅時間，供用咧係喵汪，佢唔會欠，佢係會供用喵汪。好嘛，哦，韓言嘛，有冇？係咩？哦，嗱咁講，係正經，生人咧，變到旅館。揀用咩都嚟俾我，大家啲看講法是謝雲姐絕對險咯。我們資深美女，我覺得他這樣好恐怖啊！這樣都容易漢時都當快樂，假20年想法就冇同樣咧。20年係咪有時嘅叫為留咩會啊？20年冇人騙講法。又冇人會替人做家事，佢嚇咩位嚇，食啲東西嚇老嘅準備呢，你當爽咯嘅。要欠來咯，要欠來。你咁講到咩？你咁講哦，大家聽到阿常哥要講有冇咩要學寵物係嘛？我西龍學啊。哦，西龍學只嘅，啱只學只嘢。西龍學嘅哦，西龍係盤子哦，跟住知道有冇？而家簡嚟講，這個要偷你嘛？肥當然係西龍嘅時候。其實吼，唔講係初級班嘅，因為吼，我細郎吼，下禮拜跟去日本演習啦，其實叫做真太問題咧，因為細郎本身嘅屋企到台南，講帶咗台南開始演，佢就講帶咗啲東西，哇，咁樣就搞本咧。因為嘅時候，香料真單純，學叫嘅是冇帶佢溜嘅順帶。
出去做运动啊，怎么？佢唔会喊阿公，唔过叫旺旺，啊，叫做阿公嘅意思。唔樣咯，佢嚟講，真係要孫嘅時候，要喊阿公，佢仲係感覺冇空慣咯。哎呀，看呐，哎，我講懂清楚吧？哎，我對你懂好哦，我懂公平哦。講沒有養寵物的，要有養寵物的。好，第二片，你剛剛冇看到，剛剛背對你，他其實剛剛他們也是這樣，本來是這樣，然後哎看我，他本來這樣，然後後來這樣。來，咱準備哦，準備是睇第二班劇。記得帶着20人誒，喺上跳嘅來。我人結婚啊，黃金大亮跳咧。哦，就你啊，你先保誒。你要萬先生啊，你要萬先生啊。第二片，你剛剛冇看到，剛剛背對你，他其實剛剛他們也是這樣，本來是這樣，然後哎看我，他本來這樣，然後後來這樣。想安慰一下，要安慰佢，因為你講當愛出嘅，你肯係當到幾杯出嘅，你雖然對面嘅對日本，很好，通埋啲啊。不過你冇經過呢20-30年的受苦，營養有啲嘅機會。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當咯嘛，唔會啊！我喊你窮讓，我人生冇。冇，嘅眼望睇解陣問題，你家要講到嘛嗬，要嘅順利啦，個聲音啊，將來個同大再顧啊。係啊。唔過譬如冇講，我就看人家一批嘅，我看到要動到嘅聲音嘅進步卡，啊就同有 Enjoy MP 拍生嘅門就關起來，即刻搞書記嘅。佢有咩唔同講法啊？有聲音嘅要拉到電影下嘅時候才會幫你知道啊，還有聲音嘅很好呢。我都幫你講聽，唔可以，你要彈，有聲音要彈佢講，我唔要講本佢彈。談到泰國泰節故事，我即家談到兩個有感覺，就是講學聲音雖然當辛苦，太當強，不過嗰種心理上得到嘅安慰，還有快樂，係真嘅無法度來取代啦。不過我咩為佢講法，哦，你喺上面我即家單身咩當好啊，我一天都簽一隻，可能我一開始講嘛，可能同我爸爸同我媽媽無合嘅人，一天我掉強啊，咁咪當辛苦，你辛苦，佢咩辛苦？係啦，誒，其實有一隻書記就講到哦，嗬，我主位嘅朋友咩按嚟吃到啊。冇聲音嘅人呢，成日看吃菜意思啦。你想我做乜嘅就做乜嘅，見冇朋友抽你講，哦，咁他出去打掉是好冇問題。啊，不過假使有聲音嘅過後，排泄，佢愛考試咧，我愛看嘅，排泄，我愛去學國家級咧。古種冇聲音嘅，跟成百嘅品質感覺差唔多有80分按個。那假使有聲音嘅，啊差唔多就會70分按到。誒，唔過我唔係愛問大家嗬，一下人生知道有幾多分。行卡重要嘅事情咧，係按你聲音嘅，係用辦同爸爸媽媽相處，面對到一陣問題，你唔可能講聲音就希望佢就快樂，佢就幸福充滿。唔講就一下，就會俾你唔快樂嘅主要原因啊。跟其他香港朋友感同印證要同樣嘅上班。哎呦，你再過來。你又出音部哎。我唔錯，我又找了幾位，好不好？要讓我扳回一城。來看一下好唔好？來看一下。OK。將門日本宿舍嘅人決定我結婚冇？接下來就來問一下哦，請問一下你的爸爸媽媽會希望你趕快結婚生小孩嗎？我覺得他們會，但是。對，但我比較有想法，所以講了也沒用。每次只要一回去，阿公阿媽就會講說，要趕快生小孩，要趕快結婚啦，怎麼樣子之類的。談論到結婚生小孩的話題的話，就是他還是會希望，就是可能可以生小孩之類的。我就是跟他們說我的觀點，我覺得就是沒有錢的話，沒有錢的人就是不應該要生小孩，這樣子。我就是這樣跟他們講。可是我媽就會說我這個人很冷血、很無情啊，什麼之類的。他說我知道你現在可能還沒有想要認識女孩子啊，但是如果你準備好的話，跟我講一下。那我身邊有一些朋友，他們的兒女也是單身。然後你現在跟你媽講，然後你媽就會叫一排小姐進來。阿媽每天都是。啊，你要結婚啦喂！去年幾乎每天都在講，然後當招呼語。對。我媽媽是比較傳統的個性，她就覺得啊，在一起那麼久了，幹嘛不結婚？啊，都幾歲了，啊，不趕快生？你是要等了老了之後生不動哦？
对，情了啦，情了。那他有怎么看淡？是你有什么调教吗？就是我跟他远离了一段时间，是保持距离，对，距离会产生美感，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烦我。我想知道这个你们大概多久没联络了？大概2、3年吧。对，就是保持距离之后，他就会想清楚，对，给他点时间想清楚啦。对。我爸就是会开玩笑说你要不要什么时候生一个小那个给我玩一下这样。那他会希望你结婚吗？这个他没有讲过，我觉得这应该也没这没差，对。所以他是觉得你是生育机器，你的幸福无所谓。我妈她前阵才跟我说，你以后真的都不想要有伴吗？不想要有小孩吗？然后我就说，目前真的不会想哎。她说，那你老了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她就特别问我问题，我说没关系，我有狗就好。这是阿妈会，阿妈就一直看到我就说你找到男朋友了没？你要结婚没？要好好抱孙啊，就她都会这样子讲。可是因为后来堂妹就有生了，然后我就说谢谢堂妹，又可以让阿妈暂时安静，不会一直找我们。像我老公决定要结婚嘅斯坦人，不嘛嘅咧。阿妈，我是25岁，不是52岁。52岁他应该也放弃了吧？不会哦，他们可能还会继续追。所以我今天就算60岁，他们还是会。对，他可能会说，那个隔壁那条那个某某某，他也没有结婚过，他跟你年纪又差不多，或是他刚离婚。对，刚离婚。我觉得这种事情就随缘就好了。虽然我本身是蛮想要生小孩的，可是就是我也没有太着急，我会等自己经济状况再好一点再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感谢他给我选择的自由，就是不会被催婚啊、逼婚那些，就是非常感谢他们让我自己尊重我的选择这样。那你呢？我也很感谢我爸妈，就是完全没有催婚，然后还愿意帮我，如果真的有小孩，也愿意帮我顾小孩这样子。很感谢我爸妈不会给我这样的压力，但是也希望就是其他家长可以就是尊重现在人的想法，因为不是说就是结婚就一定是过得会非常的美好。哎呦，阿珍啊，来落拍输一下哎呦，你喺前度，當然你喺後生人當咁講啦，不過我唱到按無強樣講法，正然當然的，家修人這就有講到，那演講到嘛講。加天爺嘛，係問結婚咯，唔過佢頭前後背全部結婚要講嘅哦，出龍大江頭地位都會當槍啊，反正阿姊阿老太都結婚，應該冇差，有冇看 VCI 心情有冇？冇唔錯啦，個個有朋友忙結婚啦，但是只也有計劃啦，講你叫佢愛結婚嚟啦，但是以前我真記得我家長人我講一句話。太人高人，新人的教養叫高人嘅。唔穿錢、穿多、穿少唔係問題，唔識唔冇可能幫人新人的冇好識。所以講，因為個我新人的態咧，冇教養嘅痴迷到地度。唔過我咩想一啲講，各位睇個睇字有乜嘅方法？所以講經過按呢一團大水鼓好咧，唔知解有乜嘅方法嚟？做得同自己好來嘅妹嘅講，做嚟結婚咯，做嚟講生日嘅咯，用唔自己嘅方法同大家分享一下。某一天大家做嚟學一下，你哋咩做嚟談一下？哎呀，你先嚟，先落去無行我咧。來，先嚟，好來。那像啊，就講啊，一間咩烤肉啦、pan啊咧，宿舍，我老來講吼，人同事啊咧吼，同學攏差不多年齡嘛。家裡都有女朋友啊，有老妹啊，才會出來唔卡烤肉。烤肉，我咱準備哦，準備是睇幾啊萬克，記得帶咗20人咧，喺上跳嘅來。我細妹又再有2個細奶又帶咗女朋友來，其他冇人係抽咗細妹啦。啊，講細妹嚟，已經開講我冇聽。所以要結婚嘛？要結婚，佢抽夾嘅左邊嘅盤啊，同事攏細奶嘅，細奶跳落去啊，可能。假西拉牌未上過，我去可能做定認識其他人，結果冇全部西拉。你睇，你認識阿珍，做第，你超牌。原來是有什麼來出事？唔是烤肉啊，輪下你要打嘴鼓。好，拍相親。唔講吼，我專業後生嘅細阿妹哦，同平同一下我做講吼，
烤肉，太简单的，唔会下动眼力。来，就用这讲一下，糖果唔给朴素卡厉害，这个我会比较有兴趣哦。那一晚结婚啊，黄金大亮条呢？哦，还蛮结婚大亮条，大亮条听也有用到，我蛮是的呀拜呀吼，给进去太庄家咩？哦，太庄老给心灰意冷，买睇咧，买睇咧哦，给钱哦，钱啊空地咧啊！走的，朋友带你结婚的时间，知道吗？哎。某，就银阿姨生宝哎！你用万先生哈，买2条黄金订的，就订到唔记得咯。那个红牌没懂好笑吼，不过咩迄啦，爸爸妈妈的心情来讲下难通地位。咱买了钱的咩嘢啊？结婚咩嘢？咩迄啦？你看讲到了哈，其实我吃到今日来哥哥姐姐全部我做都当好啦。所以做自家爸爸妈妈的饭啊，做几个生意的当幸福。所以讲有常是做生意的各本堂，我们要体验一下爸爸妈妈的心情，好冇？跟下来摸一下，残酷2选1哦。想摸一下生意的人生过都欢欢喜喜，唔过冇生意的哦，冇讲哦吼。还有一个嘞，人生不见得快乐，唔过有生意的。现车提一个抢卡数。啊，我没有希望我们快乐。你们一查好了。所以我什么呢？我就刚刚选卡数的用米机。好，你先嘛该。我知道佢讲的快乐当奇怪是两项来当欢喜。哎，系啊。啊，都你心眼以后，你还在想给你按欢喜的话，那当然是暂时性。你俩是你敢不敢当欢喜听啊？好，我们用80岁来看，80岁来看。所以姑嫂你还现在还嘛该？给80岁都当欢喜哦。呀，哦，冇讲冇要紧，啊，唔讲唔到80岁行去庆阳咁快乐。对，好，阿上讲咯。啊，因为2个都同重要，2个2个同重要，大家都同意嘅。不讲嘅你天秤座哈。係啦，希望講下有辦法將佢嘅順便啦。唔過廿生年唔會快樂哦。係哦。今天我快樂，下拜拜我快樂。真的，跟他在的夢影阿團姐，你的選擇是傳宗接代。哦，就是我寧可小孩不快樂，我也要報道。他不快樂是他暫且不快樂，他不會一輩子不快樂。哎。他没有孩子，他是现在都快乐。他60、70岁以后一定不会快乐。他说的也是。对，哎，一定不。讲不一堂，来，转到秀颖这建议呢，点头如捣蒜，一样。你啊，感觉快乐不见得都老，还那你啊按都便宜。快乐哎，你还有宠物陪伴，你都60岁、70岁，养的宠物还在陪伴，还会穷养个学宠物嘛？你可能冇安样的精神啊，养的朋友你啊陪伴，然后穷啊出国了，贫穷啊去旅行，但是60岁、70岁佢还在穷养，贫穷啊。招不掉，你呢？等一下，太阳我跟你走，还有一票，哎，等一下，还有一瓶，阿姐要选哪个张东发？哎，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当然，我希望我生日快乐，但是呢，就说我后辈快乐啊，后辈嘅。自己哈，指望係你會成啊，同樣啊，雖然講大家都有一些想法冇共樣，嗬，不管係有生人啊，不管睇個睇字，為到乜嘢，為到愛呢件事情，愛愛你，唔愛人生人呢，希望佢做得好，我做愛呢件事情，係你見比大水庫裏面先嚟談下嚟當重要嘅。我做大家互相溝通是挺有勁嘅啦，假使佢呀係忙準備好勢，佢就會打破他的心魔。真嘅。誒，來上看啊，我用辦同佢來去傾訴，無論有講冇講啊，做爸爸媽媽啥嘅，知名啊，係有談到，希望佢嘅人生圓滿。係啊，真係當神夢內在會弄喺啲大水庫，不管你後生人，不管係你嘅泰國太子，我知道轉去吼，弄自家來嘅買嘢，上海講嘅話直接講出來，出廠來嘅雜貨店啊，大家搶下來大水庫講心理嘅話，全部會到嘛，會到愛，好唔好？記得哦，有限，再嚟搶下劉美仙，大運都能行。是，色头眉毛，要不要什么哈？来。